咱再来看，离岛嘉嘉有一个受刑人王天佑，昨下晡逃出去，暗时嘉嘉才发现。落尾这王天佑可能是因为天气上冷咯，佮家己搬墙登去嘉嘉，秘伫嘉嘉的员工宿舍的附近哦，结果互掠起来，移送地检署去侦办。嘉嘉是表示讲，伊可能是因为两届的假释拢互驳回，才会逃押。入夜了后，绿岛冷风咻咻叫，街路拢无人，大部分店家提早关门，家家户户的门甲窗仔拢关条条。因为绿岛家家一名受刑人王天佑，我甲脱逃，绿岛乡公所呼吁民众暗时避免家己一个人外出。警方出动几啊名警力，全岛展开搜索。这样脱逃是好意逃不掉的啦，因为现在绿岛的那个渔船哦，渔民的渔船也不是随便让你就可以这样开着就走的，现在又港口海巡单位又那么注意。王天佑因为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到绿岛港口坐驾，车辆下头脱逃，解放同仁用无线电呼叫支援警力围捕，有缘未负阻止。警方对岛上港口机场加强巡逻。到伫暗时9点外，交警警员发现王天佑闯入绿岛公家职员宿舍楼顶，警方接报到场，用油性的苦劝了后，将人逮捕。迄当时伊一穿雨衫、底裤甲头壳顶的碰鞋帽啊，真歹无寒，亲像天冷冻袂调，家己勉强登到公家。正面了解应该是属于这个假释的问题啦，就看地检署这边有没有需要访问他，有没有需要询问他的。即卖绿岛港口以关押陈香环甲男性受刑人为主。绿岛乡长表示，已经活3段年，无发生过盗窃的事件。即摆王天佑存的刑期是1年10个月，进前卖2摆申请假释互驳回，伫服刑期间趁机会脱逃。后手会由台东地检署侦办处理，进一步厘清盗窃的原因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